大家好，歡迎收聽第2集嘅貓和調飲師。今集我哋會講到粉星子面對住年齡、責任、世俗嘅好，同埋佢喺呢一堆事件入邊嘅一啲心情嘅。粉星子身邊嘅同學都開始成家立室、生兒育女，或者係拍拖、置業、買車，喺大公司升職加薪咁樣。呢啲眼見好似人人都貼近咗大家所謂嘅好嘅標準，呢啲都係世俗上面嘅一啲好嘅標準嚟嘅。譬如感情穩定、有伴侶，或者至少拍到拖，而且係雙向嘅，雙向奔赴嗰種啦。事業呢，就係打工越級升呢嗰種。生活係向住買樓買車提升嘅質素向上爬，呢啲都係我哋眼中成日所見到嘅好，或者叫做所謂嘅成功。但係呢一啲嘅好，係咪真係對於你嚟講係好呢？粉星子反觀佢自己，唔係喺迷惘入邊揾想做嘅事情，就係反應太遲鈍，錯過咗愛情嘅花期。工作一直都係低人工水平嘅，亦都唔識得點樣去獲得更加高嘅薪水。當佢知道比自己年輕嘅人新入職嘅工資比自己仲要高嘅時候，嗰陣時佢先發現原來唔識得 sell 自己係好難生存㗎。起初佢初出茅廬嘅時候，單純嘅佢得到咗唔少嘅關愛，大家都好似好寵愛佢咁樣。嗰陣時雖然薪水唔高，但係都算係開心冇煩惱嘅日子。不過實力麻麻地嘅佢，雖然喺大家照顧之下安定舒服，但係都冇學到啲乜嘢。老闆通常都會將高收入、低工作量嘅項目俾佢，呢啲舒服嘅工作入邊，實力當然係冇咩點提升啦。所以眼見同期嘅同事都升職加薪，佢仲係喺原位度，心入邊都有啲唔好受嘅。到後來好唔容易咁樣升咗一呢啦，工資竟然都冇多幾多喎。經理、老闆、組長都好好照顧佢㗎。嗰陣時個個都要考一啲試嘅。咁呢，佢攞到嘅休假嘅假期都會比人哋多好多㗎喎。平時嘅同事呢，可能因為太做得嘢啦，公司都唔會俾佢點樣放假，最多攞1至2個禮拜去溫習。而粉星子通常一攞假期呢，公司就會自動咁樣俾足3個月嘅溫習假期佢，而且好多時間都係可以準時放工嘅。最可惜嘅就係，無論佢點樣考都考唔過嗰個試，佢都好無奈。呢個其實係關佢自己個人嘅學習模式有關嘅。粉星子呢，其實係需要有好嘅引導，先至可以啟發到佢學習嘅。
佢自己學嘅話呢，就會慢好多咯，同埋都唔會理解到。即使後來花錢去補習，收咗工之後去上嗰啲雞精班，背答案咁樣，希望諗住是是但但咁樣合格通過就算啦咁樣。但又因為記憶力唔夠，達唔到預期嘅效果，而佢心心念念嘅就係畫畫時尚嘅行業。然之後佢就努力去轉行啦，試下去換下工作，將以前諗過想做嘅工作都試咗，例如去做律師樓嘅秘書，專業人士嘅秘書喎，好似好威咁，而且又可以每日打扮得好靚咁樣返工。律師又係呢個社會上好有地位嘅職業。跟住去咗時裝店度做時尚顧問，諗住每日都可以睇唔同嘅靚衫，又可以接觸到時裝設計師，仲有去啲高級嘅名店度睇下鋪頭入邊嘅衫環境，見下嗰度嘅客人，諗起都覺得應該係好好玩嘅一件事喎。跟住又做咗網上服裝店嘅工作人員，嗰度話可能會培育一啲新人去做鏡頭前面嘅小 model 嘅，就諗住圓一圓想做小 model 嘅呢個心願㗎喎。因為佢之前見過一間 model 公司，留就留咗呢個 com 卡啦，即係company 會記錄低佢啲咩相啊個資料咁樣，話有 job 就會揾佢嗰類。再之後就覺得不如試下讀返張文憑，睇下會唔會有啲咩新嘅發展啦。因為始終社會都係要講學歷㗎嘛，最好就係相關嘅添。跟住佢就去咗讀時尚媒體嘅文憑啦。期間呢，佢就入咗一間做衫嘅公司嘅，喺入邊呢，佢就做視覺媒體嘅工作，都幾有趣㗎。又可以同設計師一齊諗下點樣去推廣品牌，影下相，拍下片咁樣。然之後就入咗去廣告公司做多媒體工作啦。呢個挑戰好大㗎喎，直接跟住老闆見客做數碼嘅設計，基本上就係咩都唔識，但係又要咩都識嘅情況。咁就係咩都唔識，又要人哋教，但係人哋呢又會 assume 你識一啲嘢，咁樣前前後後咁樣學下睇下磨練下，咁樣都做到一啲嘢嘅，感覺上都叫做有成長。後嚟又入咗間卡通人物嘅文具公司度做設計師，呢個都算係誤打誤撞嘅一個嘗試嚟嘅。對粉星子嚟講，佢嗰陣時就係覺得，既然時尚界嗰邊嘅位置咁緊缺，不如就試下佢周邊嘅其他附屬類嘅行業啦。設計都算係即係一個方向，做下又覺得好似唔係好啱自己，之後又轉咗去做各式嘅主題餐廳同埋零售產品嘅設計師，期望呢就可以培養自己獨當一面嘅能力，從設計、打樣、概念生成、接觸工廠、了解卡通出餐嘅經營同埋執行方法。佢陸陸續續咁樣都試咗唔同嘅工作啦，但係都好似未揾到佢最想要嘅嘢喎。
然之後粉星子就諗翻起，其實佢斷斷續續咁樣都做過下自媒體嘅。嗰陣時做自媒體呢，一開頭係因為佢試咗學校嘅項目，就係創業啦，同同學一齊做嘅。概念係有嘅，都應該係入咗圍嘅，但係要寫到落實方案嘅時候就唔識寫。嗰陣時都冇老師教要點樣寫，而且佢不嬲都唔算係好聰明嘅人，咁所以就冇咗回事啦。然之後佢讀嗰個時尚媒體嘅時候，都有份功課係做呢個寫 blog 嘅。佢本身係好想做成呢一件事噶，不過就唔知點解老師淨係見到佢嘅功課就同佢講，唔係話你做得唔好，但係有咩值得俾人睇呢？然之後就冇再教佢任何嘢咯。可能老師覺得呢一句已經係最精警嘅引導啦，但係對於粉星子嚟講，佢其實都唔係好明老師喺度講乜嘢，就係覺得咁我應該要點做啊？但係老師有冇講喎咁樣？但係佢都試咗模仿唔同坊間嘅一啲叫做好熱門、好 hit 嘅一啲影片嘅內容啦，嘗試去模仿一下拍唔拍到出嚟，亦都試下自己可以拍到啲咩嘢嘅作品。但係好似嚟嚟去去都係左抄啲右抄啲，其實都唔識得點樣去創作㗎喎。話就話讀咗創作一段時間，不過學嘅都係一啲上班要用嘅技術同技巧。咁佢就喺呢個過程當中，最後都做唔到啲咩嘢效果出嚟。不過都仍然冇放棄，斷斷續續咁樣不停咁樣喺度試緊。其實粉星子嘅願望係想喺時間同埋財務自由嘅情況之下，做有意義同埋中意嘅事情，希望可以為世界帶嚟正能量嘅影響，同時可以為屋企人提供更好嘅資源。當佢年紀慢慢咁樣增長嘅時候，原本外貌嘅優勢亦都唔可以再延續落去啦。大家都以乜嘢年紀就應該要點樣嚟衡量咗粉星子喎。本身心智成長得好慢嘅佢，就喺呢種各種嘅聲音壓力之下，佢開始渴望以前嘅嗰種被包容同被寵愛嘅對待，就好似細路仔咁，做乜嘢都可以惹人去錫下佢啊，唔介意嘅對待。其實就係佢初出茅廬嗰陣時擁有嘅狀態嚟嘅。世界上有好多約定俗成同年齡掛鈎嘅要求，呢啲就變咗一個個嘅鎖，將佢嘅笑容開朗都蒙上咗一層又一層黑暗嘅雲層，失去咗開心嘅情緒，每日都係以工作加事為主嘅，忙碌一日又一日。本來就冇好好照顧自己嘅佢其實以前根本一直都唔會理自己噶，即係佢以前就淨係會理返學嘅功課、同學嘅嘢，做嘢之後就淨係理公司嘅嘢同埋同事嘅嘢，從來都冇理過佢自己嘅嘢嘅。咁長久以嚟呢，佢就漸漸迷失咗方向啦。每日都係為咗需要做嘅嘢而上陣，一啲滿足感都冇㗎喎，笑容都慢慢呢變成咗營業式嘅官方啦，即係嗰種一定要笑，但係又唔係真摯笑出嚟嗰種，心情就一直都係冇感覺嘅狀態，
既唔會唔開心，亦都唔會開心，淨係知道攰唔攰，同埋有冇委屈嘅感覺，都唔知道做啲乜嘢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好似真係生活緊嘅感覺。佢嘗試過參加一場又一場嘅活動，喺活動期間當然就係表現得積極啦，就好似原本嗰個好活潑嘅佢咁，十足小朋友。活動一完咗之後，大家冷漠咁樣散場，或者係只係帶有目的嘅交流，令到份星子一次又一次咁失望。原來我喺陌生人眼入邊只係一個可以利用嘅踏板。佢心裏邊好理解呢一個事情嘅，因為而家社會入邊，如果女仔成為年紀大一啲嘅剩女，都會有唔同嘅聲音同埋壓力，所以女仔都為咗喺呢一個大齡剩女嘅標籤之前將自己嫁出去，而男仔呢，都係想搵一啲又靚又後生嘅啦。喺無數次嘅活動入邊，佢遇到唔同嘅人啦，但係冇一個同佢嘅頻率係相同嘅。慢慢咁樣，份星子開始要保護自己啦，因為佢知道佢唔再係小朋友，至少喺年齡上已經唔係啦。冇人會輕易咁樣去保護佢，佢只有學識自己保護自己嘅私隱，先至唔會再受傷害。但係呢一個咁樣嘅保護，唔係話要放棄坦誠同埋善良，係知道呢一切嘅真誠都只係應該俾值得嘅人，而唔係所有人。所以佢明白到人人都有唔同嘅身份，喺唔同嘅場合入邊要演出唔同嘅角色，冇劇本嘅呢啲，亦都冇啱或者唔啱，全部都係過程嚟嘅。當佢了解到呢一個咁樣嘅真相之後，心入邊就冇再咁難受啦。譬如喺屋企，咁一定係人哋個女啦，咁呢，對父母就要盡心，就算冇乜嘢嘉許都好，都只係憑良心去做，安心其實就係最好嘅狀態。喺活動場合度呢，就係一齊投入活動嘅過程，完咗嘅時候，就算係好似返到活動之前咁樣，大家都係陌生人嘅狀態，都係好自然嘅現象。其實人哋係冇義務繼續要對你友善嘅，因為又唔使推進個活動順利咁進行，都散場啦。散場後要點樣做，全部都係個人嘅選擇。就算覺得可惜，都係冇辦法。邊個叫你自己唔具備佢想要嘅特質呢？與其苦苦咁哀求，不如放過自己，其實都係一種做法嚟㗎喎。因為如果只係自己單方面去努力嘅話，人哋都會覺得好煩。加上幾面之緣，其實都算唔得係啲乜嘢。唔好將自己睇得咁重要，呢個先至係真諦。真正將你覺得係重要嘅人，即係視你為重要嘅人呢，係唔需要你去反覆驗證嘅，一切都已經喺行動入邊噶啦。喺職場上面都係競爭嘅關係，唔好再呃自己，都係同事三分親。喺升職加薪面前嘅誘惑，過上更富裕嘅生活，
有邊一個會拱手讓俾人呢？所以日常嘅對話都係喺度防守，絕對唔會分享到啲咩賺錢嘅技能。呢啲都係好常見嘅事，所以都唔使再唏噓啦。啱啱出社會嘅時候，大家嘅友好只係因為你係一張冇威脅嘅白紙，教你嘅都係一啲最平常冇乜特別技能嘅 admin。呢啲 admin 技能當然可以更有效咁樣順暢咁執行工作，但呢啲並唔係老闆要加薪俾你嘅因素。要為公司帶嚟生意額先至會被看重嘅，所以要清楚 admin 係要處理生財嘅技能都唔可以疏忽去滋養。但係人各有志啊嘛，揀開心嘅就好啦，冇乜嘢可以比較嘅。明星日日要保持形象，上妝10幾個鐘，仲要俾人評頭論足，享唔享受啊？但係如果係鍾意舞台、鍾意表演，就唔會介意呢啲嘢。相反，如果鍾意自由自在咁樣生活，咁明星呢條路就唔係好適合啦。選擇呢家嘢都冇話絕對好或者唔好嘅，只有適合同埋唔適合自己嘅啫。喺咁多嘅壓力嘅時候，其實可以俾自己做返3歲嘅自己啊，唔使同世俗嘅規矩繼續去爭鬥，只係沉醉喺被愛同埋關懷入邊放鬆一下。之前有聽過有人話，生命入邊嘅伴侶，命中嘅一半呢，係可以喺佢面前成個小朋友嘅狀態咁，都仍然會被包容同埋寵愛嘅。因為呢個時候係完全展示真實嘅自己，冇偽裝嘅面具。粉星子長期母胎單身嘅歲月入邊，其實係冇經歷過雙向包容嘅親密關係嘅，所以即使佢再睇再多嘅劇集，都解唔開呢啲嘅疑問喎。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喺另外一半面前做返個小朋友，永遠被包容同寵愛呢？咁就唔知道啦。粉星子之前經歷過嘅係非常友好嘅對待，不過對方都只係話呢啲只係禮貌，唔係鍾意或者喜歡，亦都唔係愛，所以喺粉星子嘅記憶入邊，其實根本就唔識得呢一啲咁樣嘅關係。聽完粉星子嘅心聲之後，調飲精力 Petit Collector 同埋 Bucky Mimi 就做咗一杯解憂飲品，個名叫做雲山水。其實就係允許3歲嘅一個寓意嚟嘅，係可以俾到飲呢杯咁樣嘅魔法飲嘅人，返到3歲或者自己揀嘅一個小朋友嘅年紀度，24小時嘅時間去享受一下無限寵愛嘅感覺，即使唔需要遵守任何嘅規條。
唔知大家會唔會都想返去呢種狀態呢？其實生活入邊有好多事都係因為責任同埋有需要而要必須成長，必須係一個大人。但係每一個大人都需要有小朋友嘅時間，先至係可以回復返元氣嘅。今集嘅故事就講到呢一度啦。多謝大家收聽。今集嘅幸福宇宙係比起要去追逐世俗所謂嘅好，更加重要嘅係知道自己究竟最想要嘅係乜嘢。我係 Lena 糖糖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